Hello，大家好啊，我係亨特。開始今日復盤講下港股嘅情況咯。港股目前嚟講嘅話，已經企穩咗五日均線啦，睇呢個就知啦，係咪先？呢個恒生指數咁藍色嗰條線就係五日均線嘛。咁依家係企穩咗，啱啱企穩。咁今日又出咗個十字星，咁暫時嚟講仲未有轉勢嗰個跡象，所以講暫時嚟講係繼續係睇佢慢慢升嘅，就係咁個理論。咁理論嘅嘢我唔講咁多啦。主觀嘅嘢我唔講咁多啦，咁我就用呢個量化分析去測試下幾個比較重要嘅股票，我覺得係比較重要嘅。首先點呢個喺呢個會員學習機會員測試下嘛。如果係大家係有咩股票需要我幫你測試嘅話，都可以私底下 send 俾我咯，私底下 send 俾我，我用呢個方德呢個量化分析幫大家測試下，咁呢個量化分析可以睇下啊，呢個係純標的掃描。呢個係回測歷史數據生成結果都有嘅量化分析。咁測試下，首先測試下邊隻股票先，測試下呢個天數智深。點解要測試呢個股票呢？因為佢係屬於半導體噶嘛，半導體佢嘅市值就係1000幾億，相對於華虹半導體同埋中芯國際就係細啲嘅。因為依家係行情唔係單邊上升嗰種行情嘛，佢咁呢個股票細啲嘅話，可能就係阻力就細啲啊嘛。因為你盤冇咁大嘛，阻力細啲，可能會有一啲資金集中嘅機會，所以可以測試下咯。一件回測。喺呢個係我哋睇下佢係，如果係用收益最優嘅話係3倍啊嘛。咁佢係26年1月先上市啊嘛，喺呢度上，所以講收益嘅話可以睇下勝率優先，勝率優先就唔好嘅。佢嘅策略就唔好嘅，因為呢個最大回撤太大啦。呢個優先呢，盈虧比優先呢，30回撤啦，30都唔係咁好。咁收益優先係我覺得係最好嘅，因為佢回撤係最大嘅，回撤係最嗰個嘛，最細嘅嘛，最細嘅可以睇下。佢嘅呢個策略係買賣條件係咩呢？就係創咗20日新低嘅時候買入，然之後創咗5日新低嘅時候就賣出。呢個係最好嘅，佢嘅收益就係371%，年化就係87%。呢個策略係我覺得係相對嚟講比較好嘅。你可以睇下佢個每一筆買賣嘛，每一筆買賣佢都會講清楚嘛。點呢個全部呢個輸咗11%，其實輸都唔係好大啊，輸咗3次嘛，1、2、3、4、5、6、7、8、9筆做咗9筆交易。佢輸咗3次，勝率都係比較高嘅，收益更加高嘛。呢一筆係比較大嘅。26年6月8日買入，6月23日賣出，咁呢個賺咗80幾個%啊，係咪先？喺6月8日買入，即係創咗6月8日嘅時候創咗新低嘛。咁其實你可以睇下佢嘅6月8日，你可以睇下佢嘅技術形態係點嘅？佢嘅技術形態係點嘅？09903股票可以睇下。6月8號買入，即係呢度，你食咗一個主升浪啦，呢個係最後嘅6月8日，係咪先？啱啱係喺呢個低位買入，然之後食咗最升幅最高嗰一浪嘛，係咪先？咁佢係創咗20日下新低，係。佢破咗之後，呢種股票就係咁嘅策略嘛，因為佢係機構票嘛，機構比較多嘛，機構比較多嘅話，即係回到一定嘅幅度，佢就會有買入嘅機會嘛。已經都係嗰啲機構佢其實都有量化分析嘛，量化分析嘅一般佢就設置呢種條件。咁其實講我哋方德嘅升頭，方德嘅量化分析其實係啱嘅，係同機構係一個思路嘅，所以呢個可以睇下。咁再有呢，就係呢個，仲有咩股票啊？仲有咩股票可以睇下？泡泡瑪特啦。點解要睇呢？因為泡泡瑪特係最近有喐嘅，喺底部有得喐嘅。等我用呢個量化分析，哇！泡泡瑪特好誇張喎，係咪先？8倍吧，8倍。咁最大回撤，回撤太大啦，咁呢個唔可以使。咁呢個再有最近一年其實都係回撤太大唔要。咁勝率呢？以勝率為優先，回撤係13%，其實 OK 嘅，
年化係1倍啊，1倍啊120%啊，咁總收益都幾大啊，係咪先？哦，呢個係最近1個月嘅數據。咁最近唔係，最近1個月係咁嘅，最近1個月係咁嘅，最近1個月冇嘅，冇數據，全部就係咁，全部就係咁。咁其實呢個收益係幾好嘅。咁睇過佢勝率優先，佢勝率係70%幾啊，用呢種方法係勝率70%幾，唔睇過呢，全部都係賺錢多嘅，輸錢少嘅，係咪先？呢個輸一筆，25年嘅時候，所以呢種股票係揸為主嘅，揸為主，因為消費股嘛。咁依家呢？依家係冇持倉嘅，因為6月2日嘅時候買入，6月15日嘅時候已經賣出咗嘛。6月15日賣出6月2日，咁最近佢冇發出信號嘛，冇發出信號。6月2日到6月15，可以睇下佢嘅技術嘅，可以睇下嘅。我哋翻翻呢度，翻翻呢度睇，翻翻呢度，泡泡瑪特啊，9992啊，係。9992 6月2日買入啊，頭先睇過嘅喺呢度啊。6月2日睇緊喺邊度啫？呢度，哇！6月2日喺呢度買入喎，係咪先？即係講佢突破咗嘛，突破咗買入，咁然之後6月15日賣出，15日賣出喺呢度賣出，咁食咗少少咯，食咗少少，其實都算唔錯啦，呢種行情咁差都食咗。啊，其實係唔錯嘅，所以講呢種量化分析嘅，我覺得係好有幫助嘅，大家可以即係可以睇下咯，即係學習下。你講嗰啲主觀分析冇用嘅，其實講嚟講去其實都係嗰啲嘢，係咪先？你用呢種客觀嘅，其實我覺得係好有用嘅呢種。再測試。啊，泡泡瑪特，邊隻股票啊？3696呢個股票，之前係表現比較差嘅，咁之前表現差唔代表佢未來就差嘛。啊，再睇過。佢係用乜嘢策略比較好？呢個回撤係咪大咗少少啊？31，咁就唔要呢種咯，勝率咯，14，呢個勝率為主，勝率優先嘅，啊，對大回撤係14，年化係18，OK 啦，其實麻麻地，係咪先？如果你追求穩嘅話，佢總收益係52%嘛，年化係18嘛，一年係18，最近1年嘛，咁你買入身後係創咗30日新低嘅時候買入，啊，然之後。創咗10日新高嘅時候賣出，呢個就係撈底嘅策略啊！呢個3696啊，3696呢個策略就係咁嘅。仲有再測試一個股票，再測試一個股票，回測一個股票，用量化回測一個股票，3993，洛陽木業，因為最近我見有色金屬係喐緊嘅，可以測下嘛，用客觀啲數據去測試下嘛。呢個回撤係咪大咗啊？最大回撤就47%，大咗嘅。再換一個34，哇！呢個回撤係好大喎，都係30幾，咁算啦，呢個就唔睇啦。因為呢種有色金屬嘅話，就係比較，即係講你係有少少主觀都可以嘅，唔係講都唔可以。咁你勝率為優先嘛，勝率為優先嘅話，咁100%，即係講最近係好嘅嘛。佢每做一次佢都係贏錢嘅，咁你睇嘛？呢個只不過中間度有回撤嘛，你睇係咪先？咁其實對於佢嚟講，你如果係對30幾個回撤係唔介意嘅話，其實呢個勝率高嘛，咁佢都賺到錢嘛，證明呢種股票好用抓嗰個波段係比較好噶嘛，係咪先？係呢種咁可以保存咯，點呢個保存策略？咁其實佢係如果係符合條件嘅時候，佢會發信息俾你嘛，係咪先？呢個發信息俾你，切口嘅條件嘛，創咗10日新低嘅時候買入，創咗10日新高嘅時候賣出，佢嘅勝率就係100%，係咪好好啊？勝率係100%，點呢個勝率100%嘅，勝率100%，咁然之後收益都唔錯嘅，年化收益都唔錯嘅，係你睇每一筆都係贏錢噶嘛。咁最近係有冇持倉呢？買入其實有喎，3月嘅時候買入，咁呢個就。呢個量化分析嘅最大嘅呢種量化分析嘅最大嘅特點就係佢發出嘅信號唔係咁多咯，即係佢唔係一種唔係量化分析都係做高頻交易噶嘛，有可能做低頻交易噶嘛。係3月6日嘅時候已經買入咗啦，咁等佢咯，可以等咯，等佢賣出咗之後再發出買入信號，嗰時候再考慮咯。係啊，就係咁。好，今日講到呢度啊，拜拜。